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講鬼夜話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盧思發。喺未開始故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頻道，俾個 like 支持一下我哋，同埋可以分享俾其他人。你哋相信死人會翻生咩？今晚呢個故事可能令你對陰陽界有全新嘅理解。2003年7月15號，大埔運頭塘村發生咗單連警方都無法解釋嘅案件。一個夜更保安喺聽到一陣各嘅木輪聲之後，就連人帶對講機消失得無影無蹤。當年嘅劊子手響每日斬首之後，會用木頭車將人頭運去亂葬崗。聽講負責運頭嘅漢奸陳阿九，因為驚冤魂報復，特登響木頭車刻滿符咒，但係1944年一個雷雨夜，佢連人帶車失蹤。自此之後多咗個傳說，夜半木輪聲響起，就係無頭亡靈出沒嘅時候。時間跳到2003年7月15號凌晨3點，保安明叔如常巡邏，突然間佢用對講機同控制室講：阿強，我聽到有木頭車聲，好似好多人推緊車過嚟。當晚明叔就好似平時一樣，巡邏完之後就會返寫字樓賭波。突然，保安控制室阿強同明叔講，啱啱收到住客投訴，話聽到停車場附近有怪聲，就想叫明叔去望一望。明叔收到呢個 order 之後，就好唔耐煩嘅同阿強講，可能都係啲野貓搞事啫。明叔周圍望嘅時候，突然聽到有啲怪聲，跟住明叔自言自語咁樣講：邊個夜晚仲推緊木頭車啊？定係我聽錯？明叔對講機問同事阿強，聽唔聽到有木頭車聲？好似喺後山嗰邊傳過嚟。相反，響控制室嘅阿強就聽唔到木頭車聲，反問明叔係咪太疲倦？明叔感覺木輪聲逐漸接近，就開始緊張對阿強講：啲聲越嚟越近，真係有架木頭車行緊過嚟，但係點解見唔到有人㗎？明叔呼吸越嚟越急促，對住對講機同控制室嘅阿強講：等等，草叢有啲白色影飄緊出嚟，佢哋。阿強不停問明叔佢哋咩嘢啊？叫明叔你講清楚。突然明叔尖叫後響對講機講：冇頭架，全部都好透明，頸上面冇頭架，而家響我行緊過嚟啊！阿強緊張不停叫：明叔，應下我啊！我已經 call 咗支援，你頂住啊！其中一位警長陳 Sir 對搜索隊講述翻，根據最後信號位置，要重點搜索後山亂葬崗舊址，要特別留意任何不尋常痕跡。村民財叔響警方提供嘅線索係半夜4點幾，聽到後山傳嚟好大聲嘅木頭車聲，仲好似有人叫緊救命。但係村民財叔唔敢出去望。到朝早10點23分，警員 A 響草叢裏邊發現咗明叔嘅對講機已經嚴重損壞，佈滿鐵鏽生鏽嘅日式木頭車殘骸。木頭車身刻有昭和19年鎮魂個字，7枚沾有血跡嘅日本錢幣，以及明叔嘅巡邏手電筒。村民阿霞受訪嘅時候仍然驚魂未定，講明叔失蹤之後，每晚都聽到木頭車聲。前晚村民阿霞偷偷響窗口望出去，見到明叔都變成咗無頭白影，跟住其他亡靈一齊推緊木頭車。村民阿霞望到個都係透明嘅，頸上面咩都冇，但係就不斷重複推車嘅動作，搞到而家晚晚都要食安眠藥先瞓到。民族學家李教授現場勘查後表示，木頭車上嘅符咒係日治時期常見嘅鎮魂咒，目的係防止死者報復。但係經過幾十年風雨，符咒已經失效，可能釋放咗被壓制嘅怨念。聽到呢度，可能大家心都寒埋。不過，等我哋用科學角度分析下。首先，香港大學聲學專家做過測試，發現所謂嘅木輪聲其實係風吹過廢棄水管嘅共振聲，頻率啱啱好係最容易令人產生恐懼感嘅18到22赫茲。其次，運頭塘地下有大量磁鐵礦，會產生異常嘅磁場，呢種磁場會干擾大腦電波，令人容易產生幻覺。加上村民早就聽過傳說，心理暗示之下，
自然會將普通現象想像成靈異事件。其實每個都市傳說背後都係歷史同記憶嘅投射。運頭塘嘅木頭聲，與其話係冤魂作祟，不如話係提醒我哋要記住歷史，珍惜今日嘅和平。下次如果你聽到奇怪聲音，不妨深入去諗，可能只係大自然同我哋開嘅玩笑。我係盧斯發，多謝你嘅收睇講鬼夜話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，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，同埋分享俾其他人。我哋下個星期六再見，繼續發掘香港都市傳說嘅另一面。